由智庫香港智匯主辦、鏡報協辦的國安教育理論與實踐論壇於2025年10月11日在香港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舉辦。本次論壇旨在回顧港區國安法實施5年以來，香港國家安全教育的實踐成果與挑戰。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先生、教育評議會會長暨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長何漢權先生、立法會議員暨嶺南大學教授劉志鵬先生、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欣女士、培僑中學張嘉義同學擔任主禮嘉賓並致辭。香港智匯主席吳力山先生代表主辦方致辭時，歡迎全場逾200位嘉賓的到來。本次論壇除特區政府官員外，亦獲得中聯辦、立法會議員、學界代表及行業專家、小記者的參與。社會各界人士圍繞國家安全教育的主題展開深入討論，分享經驗，互動環節，現場氣氛熱烈。本次論壇還吸引了超過120多位大學及中學學生的參與，展現青年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與擔當。今後，香港智匯將繼續大力推廣國安教育，助力香港國安教育工作持續、深入、穩定開展。